後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台南主席為了關懷將近1500戶弱勢家庭，甲着獨居的長者，日前幹部來舉行當年物資的發送，甲着慰勞的活動，包括社會局長郭乃文，甲着林德區長許博生，攏到台南的靜思堂，甲着主席志剛，同齊來關懷主席的照顧戶。其實咱的觸角是遠不如在社區裡面生活的人，然後更遠不如有一個實際安尼的團隊並且講大家攏有這個同樣的想法啊，大家攏隨時攏在注意所以我當然是就希望講大家如果發現一些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會當跟我們保持聯繫啦。現場除了發送付費的紅包，甲着當年的物資互照顧戶，並且安排義診、義診，甲着各式應景的表演甲答位，互照顧戶提前感受過年的節慶。現場有70多歲的獨居長者，甲一位家己車養3個囡仔的區女士來現身分享，感受着主席對因的鬥相共。就是我很感謝慈濟的幫忙，對，因為我目前沒有辦法讓小孩子去補習啊，因為藉由這個機會，其實讓小孩子成績慢慢的很順利的這樣子過。其實他的讀書起來，他也會覺得很輕鬆，對啊，他每個禮拜都會很期待去課輔班，對啊，因為每個月的老師呢，美青師姐跟美珠師姐也會來家訪，就是給我的鼓勵啊。力量其實都很多，很感謝。有什麼困難或者什麼需要都可以跟我們說。對，我很感謝這個大家庭。不過他也很堅強，他就說他現在目前就是我們給他這樣的愛的陪伴那經濟上他目前還是可以獨立自主。對啊，不過我也跟他們說，如果有困難的時候沒關係要提出來我們就是等於陪他走過這樣的一個人生的低谷。對，沒錯，真的，謝謝。主席基金會今年總共辦理56場當年發送物資甲着慰勞的活動，預計受惠的將近27000個家庭。最後，在社會局長郭乃文甲着主席志剛的關懷甲祝福，志剛因馬上上燒燙燙的佳肴，甲大家歡喜來慰勞，互受照顧戶唔定暖心，更加暖胃。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